卡提拉米苏真的太好吃了，步骤真的简单又快速。减脂期想吃甜品就试试这个。需要的材料有即食燕麦、牛奶、低脂酸奶、香蕉、可可粉。把即食燕麦倒入碗里，再把牛奶倒入碗里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搅拌成这种粘稠的状态，再放到一旁备用。把可可粉倒入低脂酸奶，搅拌均匀，就像这样。在盒子底部先铺上一层燕麦片，并且压实，再加入一层酸奶，把酸奶抹平，再铺上适量香蕉片，重复铺层燕麦片、酸奶及香蕉片，直到装满盒子，撒上可可粉。建议使用过滤筛，可可粉会更细腻。放入冰箱冷藏1夜，低卡又减脂的提拉米苏就做好了，快去试试吧！黄金燕麦实验室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